米土，小暖给你跳，因米给温度嘟嘟好。爱的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多，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招，落去天堂，都了解叫路径一点轻松，风山荡，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关起世界错也很不错，不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有读到吗？个问题吗？有啊。你问错人了吧？练习时候出状况是吞吞，不是仔仔。啦队永远爱着你。对不起，可以再重来一次吗？不是重来几次的问题啊，问题是你不够认真。你讲什么？老师，我想换一个表演位置。现在的我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动作。我帮你换水吧。不是啊！分高，原谅我吗？生意单位，医生有讲我有吗？老师，别看我手上的石膏，可是没有这么严重啦。医生讲我的骨头只是裂开了一些些嘞。还是啊，拄个牙唔错。迄讲以后这么大 Q 的，我用解啥？唔通去过数的。迄钱过数，要退休嘞。姑说就算税有超过2，我们唔怕。哦。哇，你身上讲笑了。唔过，黑讲，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的话，那就好好努力表现。在比赛那天，我可是要去验收你的成绩哦。还有，手受了伤可以趁机休息一下，反正店里有你，有斧头，老鸨经商，做些天数啊。我不是你员工。你们两个好无情啊！仔仔。我来转你了。哦。周得管否嘞？你再煮下去，你的细面就要变成米奇木啦。还有，你这种厨艺是要怎么教你？也唔算熟哦。来试看啦。你宵夜煮面像故意整我啊？哪知道我施暴暗寒。好吃。我看以后的宵夜就搞不你哦。你看叫係唔係？嗰時啲錢仔仔夾咩做了？我本來我愛講嘅，沒想到還是被你發現了。
我都去讲迄校园热血偶像剧跟男主角哈。开玩笑，如果能当偶像剧的男主角，我也不介意啊。不过按你做，我们给用，这样也不能解决仔他们家的经济问题啊。然后仔申请的个基金费个奖学金，其中还提供全额个学杂费，一直都仔毕业。哇，仔这么厉害！他功课很好，你不知道？就是跳噶，你会做呀？那你几来个先啊？迄慈善基金会啦，记得讲我本来奖学金。真嘅呢哦，你看一下呀。妈，我又看唔到。我看啦。哎呦，哎呦，多好呢。你那是申请的呀？英国迄老师让我申请的啦。人家嘅恩情，我会记得哦。有你啊条件，你做得较欠上着咧。嘿啊！哎呦，真好哦！先生迄好人啊，董超本人啊。早安。早。Ready 1 2 down up down up. Ready 1 2 down up. 没事吧？没事。不好意思。没事啊。没关系啊，再一个。Ready 1 2 down up down up。你找幼仪老师啊？哦，他下午请假喽。请假？他是不是人不舒服啊？不舒服的啊，应该是小温啦。他手不是骨折吗？幼仪老师接到他的电话，就请假回去喽。哦，这样啊。老实说啊，我觉得啊，幼仪老师啊，跟小温看起来还挺配的耶。更何况他们现在住在一起，说不定我们很快就可以喝到他们的喜酒喽。不可能啊！我的意思是说，方老师跟小温都这么多年好朋友，我们怎么可能喝得到他们的喜酒啊？这样啊。
等下看我的。你很逊哎，要嘴巴。来盖子哦。我靠，好远哦！麦子，你看，来喽！你再说一次，快点！来盖子哦。你好远哦！真搞不懂你这样怎么会有女生喜欢你啊？对啊，当然是因为我帅啊！靠！哦，我真敢讲哎你！啊，就实话没，不要嫉妒好不好？靠，那你还挑眉？你再试一次啊！你好厉害哦！你在干嘛？没有啊，没事啊。干嘛一直看我？其实你还蛮帅的。变态！哎，你不要误会啦，我是喜欢女生啦。不好意思，吞吞，那么巧啊，要不要我顺便载你回去？不用了，我还要去别的地方，拜拜。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轻轻声一在细细的希望。所以东雕夫说你是因为心理障碍，才一直都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金字塔动作啊？我本来以为只要肯努力，不管是什么困难，都可以被克服。可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却不是这样。我越是努力想去不在意，就越是在意。哎呦，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嘛。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还好，但竞技啦啦队是一项团体运动，我真的不想成为那个拖累大家的人。不会啦，没有人会这样想啊。对了，等我一下。
fighting！谢谢。不要想太多啦。嘉景桑，嘿，冯先生，冇啦，我可能答唔错嘅，好，拜拜。啊！哦。我嘅答唔錯啊，本來就答本記嚟啊。我没有看错吧？方先生在帮我折衣服哦。哎，干净的衣服不要乱扔啦，希望等一下唔爱洗过。唔好蹭蹭怂，迄个唔係唔面老仔仔天數，我真冇愛煩你咧。我做嘢就係唔面一下速熟，你使搞拆體就冇誒。做乜？我知道唔懂講呢。你做團體，你頭腦會快嘅。原來要頭腦快的人才會覺得你講哦。我讓你講下去哦，你頭腦會變得讓你強用，快槍槍。
好了。这是什么啊？鲁夫啊，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哎。只要我遇到困难啊，他会很神奇的给我力量哦。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帮你克服心理障碍。哦，谈恋爱哦？没有啦，我们怎么可能谈恋爱啊？怕屁哦，谈恋爱好事啊！真有某啦！哎呦，怕什么啦？帮你保守秘密好不好？就某没白痴哦。两个。急屁啦，急嘞！还有3天就要表演了，如果吞吞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动作怎么办？我相信吞吞他一定可以的啦。跟队长麦子说的一样，每次都说相信他可以，相信他可以。那万一在表演当天出状况怎么办？我会整个队一起丢脸呢。可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哎，所以不管是荣誉还是挫折，都应该一起承担才对啊。算了，跟你说不通啦。吞吞，嗨，表演就要到了，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完成最后的动作啊？干嘛？走了，陪我去上厕所啦。干嘛突然要去厕所？我还有话要跟吞吞说我那个来啦，走啦。你不是要换那个？你知不知道你刚刚那样对吞吞很过分？我又没怎样。你应该知道吞吞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要做到最好。这事情已经让他很难受了，你还这么白目。我是因为把吞吞当最好的朋友，才选择跟他说实话的。竟然讲我白目，你才过分嘞！好啦，对不起嘛。不过我也是把你当最好的朋友，才这样跟你讲的啊。你不要生气嘛。你不要生气嘛。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不要生气啦。笑一个嘛，不要生气啦。来这招！不要生气嘛，原谅我啦，不要生气嘛。对不起，如果这段时间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我先道歉。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听人生一在细细的希望。对不起，如果这段时间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我先道歉。我真的很感谢你帮了我这么多忙，尤其是帮我保守我喜欢蓝农的秘密。我是真的把你当好朋友，所以之前才会帮你复习功课。只是，我希望你不要再送东西给我了，因为这样可能会破坏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对不起。5、6、7、8，1、
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5、2、3、4、5、6，还有吗？没事啊，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没事就好。好，再一次啊！全体集合。今天练习就到这里，大家辛苦了。场地复原以后原地解散。教练，谢子毅，今天不做检讨吗？该检讨的都检讨过了，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从今天到表演当天，我们不再做任何练习。老师，我需要更多的练习，现在不能休息。大家的练习都已经够了。可是我已经宣布了，如果还有人在私下相约练习，那就是违规。解散。收毯子啊！快点了，快点了！老师，聊一下吧。你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啦啦队啊？是不是因为你喜欢啦啦队？因为你想和大家一起开心的表演？只要你还喜欢，那比赛当天你就带着这份初衷，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份开心的事。嘿，冇你包到黑吗你？哈哈，像吞吞哦。Kia， 重色轻友的你，松了呀，有。Kia。对吗？春春，去发一张好人卡本来。啊？去啊！春春很勇的呀，人人暗号还发本好人卡啊！不过发好人卡本好人没做对啊。讲麦啦。唔是笑啊，唔怕啦，然后会骗数啊。我听说每本春春做唔嘅新位朋友啦，冇问题啦。喂，兰农吗？
我在写功课啊。我明天没事。嗯，好。好，拜拜。优义，优义，做嘛？拜托，你拿来听说嘛。我明天要去吃喜酒，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故说想请求你 fashion 眼光帮我挑一套吧，拜托。其实我本来唔想去，不过阿爸阿妹一直打电话来叫我出席，越是这样子我越害怕，因为他们又要借机帮我安排相亲啊，压力好大。唔想去就莫去呀。我哪有那么叛逆啊？我可是我老爸老妈心中最乖巧贴心的儿子，就算不想也要去应付一下，最起码让我那想抱孙的两老安心一点。好嘞，听讲你做亚神，男枪娘也会不满意。你个相亲的对象哦，应该要请满意啦。安子仔，不过你总唔得单枪看外表，你讲错吗？我的意思，就迄唔想个啥意思啊？哎，等一下。有我做嘛？来做的跟阿希吗？就当帮我老朋友一个忙嘛。明天假装一下我女朋友，让我老爸老妈开心一下，我就此可以逃过这个绝对没有意义的相亲大会啊！爱无爱。嗨，吞吞。嗨。哇，你穿好漂亮哦，感觉有特别打扮哦，好适合约会哦。哎，怎么只有我们6个啊？其他人都还没来啊？哦，来农这家伙，当主办人还敢迟到？等下请大家喝饮料。哎，有谁要请喝饮料啊？迟到的人。现在才3分钟而已，不算迟到啦。来农嘞？抱歉。我车子轮胎没有气啊，然后这么早车行又没开，所以我就坐公车了。公车又塞车，抱歉。不管，迟到就迟到。等下大家饮料你负责咯，我们走吧。哎，太夸张了啦！走。哎，今天交给我就好啊。你们走慢一点啊！哎，等一下分2台啊！麦子墩、大雄还有我坐1台哦。为什么原来分配？我主办人呢？迟到没得讲话啊！等一下我吞小爱好单斧头坐1台。哎，那我呢？你就跟天人坐啊。哦，你秀兰这很机车哎。哎，来我们一起坐哦。好开心哦！对啊。我们去啦！拜拜。超机车的啦！李秀雅这很机车哎。拜拜。
船，上船了！小心一点。好晃哦！我也是这样。来，不给你。哎呀，你用啦！过去啦，我跟你做啦。是谁啊？小弟弟，你不要乱喷啊！哎，弟弟都这样。掉了啦！你看蛋都没有敲头哎，太了，你好白痴哦！哇，小雅长好丑，装不秀气啊，丑死！小雅你好胖哦，超丑！小雅超胖的，这样还不错啊，这样很胖，他也很胖，很胖的，很挫哎，这什么姿势啊？哎，这你抓的好不好？最好是我手在这边呢，在这边，你看我的手在这边吗？最好是。那个好帅哦，你一定要买。哪一张？哪张啊？这张吗？双脚啊。你知道吗？那又不是我，我刚刚没有上船。那我刚刚手牵的人是谁？哦，明就是你好不好？不要拽，然后这明就是你好不好？吓死人！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尾数跟人生一只细细的希望。川内，歹势啦，今日病了吼，哈麻烦伊送去公所。晚上吼爱很忙个送过去的啦，其他老同吼处理了啦。唔怕嘛，我冇人用，重要冇重要，强用啊！你什么呢？生意无限吼。生意哦。好。哎，你今天这样穿，真的懂讲哎！拜托，以后在店里帮忙的时候，黑唔黑周的也穿裙子，也许这样店里生意会很较好。有没有牵牵手哦？待会跟我爸妈见面的时候，记得你今天的身份是我的 C 妹朋友，要 lady 跟 gentle 一点，还有不要老是一张死面。那两个做唔到，你请陪你啦。哎，你照事的时候叫我先来找人啦，你要守信用，不可以反悔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公车这么慢，但是我们从那走过去，因为太远了吧？都迄影片从来给查诶，等下付唔到，唔好怪硬。唔黑矮，唔从鸟都拜。我是担心你穿这样骑机车不方便。再个讲，我爸妈比较喜欢优秀一点的 C 木叶，你如果穿这样骑中，啊，不过那他们这样认为，像我就觉得你这种有个性的 C 木叶，以后，哎，你不要乱跑吧？手给厂查啦。小姐，你出哦，有没有带钱？懂眼没问题。哎，再来比个耶，快点！
耶！哎，斧头，看这边呐，出来玩啊，不要这样哦。哎，斧头，太笨了，什么不想理你啊？哦哟，哪有啊？哎，斧头，看这里啦。只会吃的大笨熊。哎，我不是，好不好？哎，看这里，看这里，下一个。哦耶！哎，我套，再一个。哎，我套到那个。哎，你看我用。哎，我套到了，有没有？到了，白色一匹啦，驾！几岁了？哎，我哪有笨啊？那里啦！对，都几岁了？哎，他说我们幼稚哎，有人比我们幼稚还敢说话了？对啊，都几岁了还学公主在那边装优雅，不要笑死人好不好？哈哈哈！哎，再一次！我赢了啊！哪有啊？哎，我明明就有套到，好不好？没看到啊！哎，那边，有没有看到？哎，超好吃的。哎，春春，你不是有准备便当吗？拿出来大家一起吃啊。嗯，他有准备便当啊？好可爱哦！这么厉害！哇，手艺真好。好可爱哦！哇，好可爱哦！你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做吧？还好啦。好像很好吃哎。对啊，好可爱哦。这个便当看起来只够2个人吃哎。吃你的薯条啦，画那么多干嘛？我不要，我要吃一个。你要不要吃饭团？不用了，我去了。对啊。哇，春春手艺还不错哎，超好吃的。真的吗？那我也来试试。真的很好吃哎！哎，大雄，干嘛？手刚刚好啊。还好啦。你在干嘛？没关系啦，这个饭团本来就是要做给大家吃的。你就一直吃啊，就不要越吃越胖，然后最后翻不动。不会啊，不要去，不要，不走开！我不要，口水你饭都喷出来了啦！恶哎！不会，快点，走开啦！快点啊，走开啦！走！刚叫你过去你不去，现在在那边偷看，难怪被人家发红卡，活该呀！好啦，我等一下帮你制造机会，把握好啊！哎，腾，我们去看大雄表演，我快被笑死了！快点！走，可以了吧？大家常常说，爱情是很难捉摸的，你不能控制它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走。但友情就没这么复杂了。但是爱情跟友情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共通点，那就是当2个人决定要发展爱情或友情的时候，一定要一开始就要慢 boy。好，刚才穿过去这位呢，就是我的青梅竹马，也是我的房客啊。
他看起来有点霸道，但是他居然是功夫中学的老师。但是我跟他呢，就有所谓爱情跟友情很复杂的关系啊。所以呢，我觉得虽然爱情有时候会酝酿成友情，但偶尔友情也会酝酿出爱情来的。文先生，请问你有追求过方老师吗？我要说实话嘛。当然，我觉得方老师一直是我很欣赏的对象，但是有时候他的个性啊，也是需要我去慢慢容忍他的。看到没有？这就是他所谓有一点欺人太甚跟霸道的一个个性。所以呢，我很多时候都要包容他。所以当然他是一个老师，那我们就尽量让他。女生嘛，又是我的青梅竹马，又是付我钱的房客，那我们就顺了他的意。当然，我的心里中也是非常非常欣赏跟喜欢他的。大家还没玩够，对不对？对。其实呢，今天出来玩是大家讲好的，我们要帮你加油，把勇气送给你，加油！谢谢。Someday it's time to hot hole. Let's go. 两个爱追去听的，邻居该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啥都有 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爱你容量变成不tango go， 爱慕咪 say 爱慕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哈口嘞，我小爱哈口嘞，最后黑的哈口。哈口嘞，我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波。半个一改 word， 声声滴滴，天南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爽做唔好势 ，It's time 時間到咧，排泄係愛需要快體咧，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唔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get it Sunday，come on， 親愛 Sunday， 哈口咧，我小愛哈口咧，最後係咧哈口。講的夢唔錯，我是不愛做波。哈口嘞，我小愛哈口嘞，有沒有喊忙哈口嘞，我小愛哈口，差不多了啦。我相信呢，每3人都同樣啦，從細哈就有一個理想。好，有的人有運動員的理想，有的人有講像我穿太前的理想等等啦，哈，有的要做醫生啦，要做飛行員等等。我們知道講台北演戲家本身啊，也有安尼理想，但是呢，也講啊是無語啦，哈，台北也冇安尼環境，哈，結果呢，哈就變到講莽莽蒼蒼的哈，一出冇辦法去發揮到自己本身專長。我記得台北我們先學打排球，哈，所以呢，喺冇偷到嗰種排球學校啊，哈。像台灣台灣文林中學嘛，文林中學是冇打排球，公館嗰種呢，公館中學就有打排球，所以我就看到我當新鮮啊，嗰度後尾有打排球，後尾成名嘛咯，一條苗栗當有名嘅一個呢排球國手啊，所以呢我想講，像伊普遍嘅呢，佢描寫就講一條後生嘅呢，佢本身也係同樣有一個運動員嘅理想啊，但是呢，讓佢來克服。一種就係本一條呢，大家人做隻所謂講立志心大家看你一部片呢，你就知講一條呢應該按樣嘅呢，總有辦法達成自己嘅願望，達成嘅理想，當然也過程出嚟健身嘅啦。